7月7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伫咧美国建国元首华盛顿的故居，有100多人伫咧即天宣誓规划成做美国公民，其中也有台湾的民众。做回来看国际记者彭祖哲伫咧美国华府的报道。 美国独立日即天，100多人徛伫美国国父交伫华盛顿的古厝头前宣誓成做美国公民。40多年前对奥地利规划做美国国籍的影星阿诺舒瓦辛格是受邀请来演讲。And you don't need the stunts and the special effects and the Hollywood magic to be an action hero. No. Immigrants are action heroes. 数据显示，美国移民敢若小可几半的53%规划做美国公民。想要得到美国的身份，移民需要伫美国待至少5年，平均爱7.5年才会当成做美国人。不过，就算讲已经宣誓成做美国人，川普政府的司法部表示，若是有犯罪记录，嘛有可能取消国籍。 美国司法部最近扩大执法，针对无伫美国出世已规划入籍的公民，要求检察官优先进行撤销国籍的审理。Sudan, Syria, Taiwan。伫典礼，台湾也红点名。这位新美国人是伫美国定居12年的科小者，伊留学了后继续伫美国工作，即马政策大变化，伊也是态度乐观。美国是我非常喜欢的国家，那我也非常喜欢这个美国的价值、自由、平等还有民主的精神，所以我相信，不管是什么政党执政，我相信他们都会继续的维持并且发扬这样的精神。 249年前由移民建国的美国，即卖局势之下，安怎对待移民也成做一个大考验。国视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